阿摩司書1章4至5節，我卻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，消滅便哈達嘅宮殿。我必截斷大馬色的門閂，剪除亞文平原的居民和白伊甸掌權的。亞蘭人必被擄到吉爾，這是耶和華說的。犯罪者被上帝審判，就係我主耶和華要降火在哈薛家。睇嚟大概係哈薛攻打以色列地嘅時候，曾經好殘忍地殺害以色列人。呢一個記載喺列王記下10章32至33節。跟着便哈達就係哈薛嘅仔，亦都曾惡待以色列人，記載喺列王記下13章3節同35節。因此上帝會降火消滅佢哋，呢個係指將必敗亡嘅意思。後嚟亞述人滅咗亞蘭，在佢哋戰敗嘅時候，宮殿都被燒毀。大馬色係亞蘭嘅首都，當首都被毀嘅時候，就好似伊甸園嗰個落土為家嘅地方，卻要被剪除，而且佢哋被遣回本地吉爾。可想而知，人犯罪最終被神審判嘅時候，就係被趕逐。聖經反映出一件好重要嘅事情，我哋點樣對待別人，上帝亦都藉此同樣嘅方式嚟施行審判，叫嗰個犯罪者自食其果，接受同樣嘅懲罰。今日我當謹慎自己嘅言行，無論對人、對神、對自己，我哋將來都要接受主嘅審判，遭遇同樣嘅對待。